你有冇試過凌晨2點被伺服器問題叫醒？今日阿竹要學識點樣將資料庫搬上雲端。凌晨2點，阿竹被一通電話嚇醒，係伺服器硬碟爆滿，線上點餐系統完全癱瘓。阿竹衝去辦公室，手動清理磁碟空間，嘆咗口氣。今個月已經係第3次啦。貓頭鷹博士聽完，即刻建議你應該考慮雲端資料庫，將基礎設施交俾供應商管理。博士介紹咗3大服務 Amazon RDS、Google Cloud SQL 同 Azure SQL， 都係託管式資料庫，硬件維護、系統更新、備份、容量擴展，呢啲全部由雲端供應商負責，唔使你煩。自己管伺服器叫 on-premises， 乜都要自己搞。雲端係服務化，底層維護交俾專業團隊，需要更多儲存容量。喺雲端資料庫按一下按鈕就可以即時擴展，方便到極。阿竹有啲擔心，資料放喺人哋嘅伺服器上係咪安全㗎？會唔會俾人偷走資料？主流嘅供應商有嚴格安全認證同埋加密機制，但係仲要注意存取控制同資料駐留嘅地區法規。阿竹將資料庫遷到雲端之後，再冇被凌晨電話叫醒過，終於可以安心好好瞓覺啦。